好耐冇出片啦，最近閒閒地砌咗個新車，其實都係由3-4年前嗰部5.8公斤嘅美利達移植零件過嚟㗎，就係呢架大石 Team 嘅車架。近年國內嘅單車產品進步神速，幾年前砌架5.8公斤美利達已經好極限啦，而家呢個大石只係重5.25公斤，而且價格好親民。大石 Team 車架聲稱用咗 T1100嘅碳布㗎，呢個中碼嘅車架標重係638克，但係就唔包括金屬配件同埋塗裝，即係嗰啲中軸螺絲瓦掛耳之類咯。連埋嗰啲嘢車架係重711克。前叉裁好之後就266克，加埋都冇1公斤啦。用返舊有嘅 Dura Ace 變速、Darimo 嘅把頸同埋座桿嗰啲咯。呢個國產嘅腳踏係 Shimano 系統嘅，重179克。以往只有 Look、Time、Speed Play 呢啲系統先做到呢個輕量㗎，而家 Shimano 都有啦。呢個係近期熱門嘅 Elili X260 曲柄，碳軸心嘅 DUB 格式，實重257克，比起最新嘅 SRAM Red E1 曲柄307克更加輕50 gram。以往只有 THM 去到呢個水平㗎啫。功率計就係 XKD 嘅2代，重108克。其實 Elili 係有超輕嘅68克功率計㗎，但係4爪嘅齒片一般都重少少嘅，超過130克。所以我都用返5爪配呢個舊有嘅94克 Extra Light 齒片。整體重量其實同 Elili 功率計配4爪片係差唔多㗎，但係成本就平好多啦。直裝嘅掛耳，再配一個140克嘅11至32飛輪，再配一個輕嘅功率蓋。剎車就換咗再輕啲嘅 Dura Ace 9270，重81克。要輕其實仲有 Lewis 嘅 SLR 㗎，重68克嘅啫，但係佢要用專用嘅配件啦，安裝又好講究，所以都係放棄咗。用咗輕量嘅鮑魚接橋啦、泰螺絲啦，超輕嘅140mm 剎車碟，只係重72克嘅啫。中鎖蓋都係輕嘅產品，4克。輕嘅筒軸桿42克，比起大石原裝都輕40克㗎。呢個車轆係國產嘅積鈴嚟嘅，就唔係真係 FFW， 唔好見怪啦。框高36mm， 用開口胎或者真空胎都得。碳嘅鈴枝，再跟返碳嘅鈴枝帽。兩邊都係鈦嘅鈴枝帽嚟㗎。前後轆連埋胎墊只係重939克。條胎就係 Planet Racer 嘅25C， 重165克。粉紅色內胎氣嘴就知道係 Ride Now 嘅內胎36克。呢架車實重上磅係5.25公斤。最後講句，車輕就唔一定快嘅。你睇我都係任由班車友爬頭，毫無還擊之力。不過車輕，不論實體嘅質感同心靈馬力都會爽好多啊！呢個大石車架買之前都唔預期好過剛性同埋性能㗎，但係實際踩咗幾次大山，又好實在，剛性係預期之上，真係唔錯㗎。不禁慨嘆國內產品真係進步神速。影片到此為止，多謝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影片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啊！